台南校阳跨年晚会31号暗时，伫韩国男团、日本女团以及一个超人气甲实力歌手，总共18组46名艺人的轮流演出，吸引18万人潮，场面相当盛大。能够靠在你肩膀，柠檬色的日常，粉红色的愿望，我只想这样一直陪着你呀。其中，台南市中五条率领的市府团队，嘛甲出席议员陪现场的观众做伙倒数跨年，希望2023年会更较好。4、3、2、1，台南2023年，吐去吐来。那可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、很厉害的台南好样跨年演唱会就已经开始了，现场这么多朋友们，绝对超过15万人以上，而且真的今天南部的天气也很好，既没有下雨，而且温度也适中，所以早大概7点多的时候，人潮就已经快满到马路边了。因此到现在呢，很多朋友都一直现场的电话，坦白讲也不容易打通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讯号都很拥挤。因此我们看到台南好样，一年比一年人更多，一年比一年节目更精彩。欢迎大家来到2023台南好样，连续假期来台南就对了。跨年以后，接续2分半钟的精彩宴会，加人气强军的有真情表演，持续吸引人潮，一直满到散场。会让看出这摆跨年演唱会演出的阵容，和节目时间要将近7点钟，呈现满满诚意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